月薪3000蚊都可以買得起樓啊！中澳和悦春府啊，呢個數字就可以即刻上車啦。從屋苑呢度出發10分鐘就可以去到深中通道出入口啊，30分鐘就可以去到對面嘅深圳啦。樓下呢仲有廣州地鐵18號線啊，仲有中山嘅高鐵站，而且呢個屋苑仲係自帶港澳直通巴士噶，直接係可以翻到香港嘅太子同埋荃灣噶，可以實現1小時嘅生活圈啊！10分鐘嘅車程呢，係可以去到 Coco City 啦，同埋富又城等大型嘅商圈啊！呢一度嘅衣食住行呢，係完全冇問題噶。呢一度係88個方嘅3房2廳2衛啊，3開間嘅朝南向啊，戶型方正通透啊。咁呢度呢係傳統嘅樹廳設計，非常之大氣，而且呢仲搭配咗個4米半嘅露台啊。咁上晝嘅時候呢，太陽係直接曬到屋入邊嘅，咁成間屋非常之光猛啊。呢一間呢就係兒童房啦，佢擺咗張1.5米嘅床咧，做埋衣櫃啦，同埋書台啊。細路仔喺度做功課啦，光線充足又安靜啦。咁呢一邊呢就係洗手間啦，做咗乾濕分離啊，而且呢啲都係我哋嘅交付標準啦。最後一間呢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呢係打通咗客房，做咗個我哋女主人夢寐以求嘅衣帽間啊，咁幾多衫都擺得落啦。3房變2房啊，同樣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一家3口嘅居住需求啊。如果係你會點安排呢？如果對呢個項目感興趣嘅話呢，可以後台私信 Mia 啦，咁 Mia 咧就將佢最新資料發俾你㗎。